人無信不立，呢句老話講得啱到極嘅。誠信好似一棟樓嘅地基，睇唔到，但係支撐住咧成個人嘅人格。嗱，我見過唔少人咧為咗蠅頭小利咧係講大話，結果輸晒成世人嘅信任。嗱，試諗下，如果你同人合作，對方次次都揸流灘，你仲會唔會繼續同佢來往呢？誠信唔係用嚟表演嘅戲服，係用喺血液裡面嘅本能。嗱，記得舊時茶樓啊，同啲士多都有賒數簿嘅，熟客簽個名就可以走噶啦，就係靠呢份嘅信字。而家電子支付好方便，但係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咧，反而就薄過紙。點解？因為太多人將誠信當成生意嘅手段，嗱，唔係做人之本。誠信其實好着數嘅。當你成為一個講得出、做得到嘅人，機會自然會揾上門。嗱，好似阿成哥話齋，建立信譽係要20年嘅，摧毀佢只係5分鐘嘅啫。記住，你點樣對呢個世界，世界就會點樣對你。收唔收到？